台南市日本人交流协会伫去年7月成立，随即投入各项在地公益活动，包含送绘本予台南市图书总馆，办理亲子绘本，招待偏乡学生参加耶诞点灯活动等等。这次经发起号召，甲台南市律师公会、月牙湾慢跑团、东东餐饮集团、基美食品等单位做伙来净滩，保护海洋环境。台南律师公会，还有东东餐饮集团，基美食品，还有月牙湾跑步团，大家一起要来渔光岛，简单活动。因为是快要过年，我想要去为迎接过年，还是要那个，因为渔光岛是一个日出环境很漂亮的地方，所以为了准备过年，我想要去那个这个漂亮的海滩。干净，非常干净，要跟台湾的朋友一起要迎进过年，所以今天我要发布，要大家一起要净滩活动。日本台南协会愿意发起这样一个净滩活动，那不但是促进两国的友谊，也确保了我们环境的清洁，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机会特别的再感谢日本政府在过去的1年对台湾疫苗的捐赠的协助，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来跟日本政府表示我们的谢意。日本人协会、还有律师公会，还有我们奇美食品跟我们东东餐饮，大家一起，大家来共襄盛举，让我们这渔光岛夜湾会是变得更干净，更美好。市长王伟霆8日第一个行程，一透早就先来到渔光岛，向现场净滩志工表达感谢。抱着感谢的心情来感谢几个团体包括台南市日本人协会，包括奇美食品，包括月牙湾跑团，包括台南市律师公会，还有包括东东集团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热心的市民朋友，来一大清早上6点半、6点30分就来我们月牙湾海滩来帮忙做净滩的工作，大家一起来清洁我们的城市，清洁我们的海滩。共同来守护我们台南市美丽的环境。台南市政府新闻以及国际关系处进一步表示，台湾甲日本伫3亿大地震以及新冠肺炎当中互相援助，台南甲日本也交流密切，不管是伫官方也或是民间，拢互动非常频繁。这次的净滩更是再次见证台南人甲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美好成果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